个，请咱会当将咱的手机啊，甲关起来，也是关做静音，互咱的礼拜当较顺利来进行。这是咱也做伙来做准备心的祈祷。亲爱的主，天父的上帝，向你献上满心的感恩，因为在每一届，阮的组织拢是出自你对阮的听，对阮的稳定。全感谢你，互阮伫主日的早起时，会当搁做伙组织来亲近你，来敬拜你。主，阮也要通过领受你的话，来得到智慧，得到快乐，行阮人生的道路。全要根据你的信心，只是甲阮三个伫地，互阮有安静的心，互阮有拍开的耳孔，通互你的话进入到阮的生命内底，成做阮的快乐，成做阮的帮助。主，阮也特别搁一届将阮每一位服侍的同工拢交伫你的手。无论是乐团圣歌队是分享信息书会每一位服侍的同工拢全然交伫你的手，恳求你亲自来扶持帮助，互阮手所做的拢诚做你所欢喜，诚做你所祝福，也通过安尼会当引带众兄弟姊妹来到你面前，甲你相拄。主，恳求你来想出你教育用的稳定伫阮大人顶面，互阮放下阮心内逐款的重担。用清气的心来到你面前，甲你相拄，也互阮伫甲你相拄，领受你会议的过程内底，会当得到快乐，会通照你的旨意实行你的旨意伫阮的生命内底。通过安尼，阮也通诚做较侪人的祝福甲帮助。将阮的礼拜对头到尾，交伫你的手，将阮每一位兄弟姊妹拢交伫你的手，恳求你亲自来引带带领祝福阮。阮的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门。
应当为主，应当为主，应当机关兄弟，应当为主，应当为主，应当机关兄弟，应当为兄弟到眼光，应当为兄弟到眼光。哈利路亚，阿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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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利路亚，阿门。劳苦背重担的人，拢着来我遮，我要互恁安息。着背我的担来对我学，因为我的心温柔谦顺，安尼恁的心神就会得到安息。我的担下用，我的担真轻。请咱大家起立来吟圣诗58首，天下万国众人着听。请咱吟全首。
请坐。请咱做下额头来祈祷。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阮的天父上帝，阮何等有福气，无受任何阻挡，互阮身体健康，心神活泼勇健。伫清早时就来到你的圣殿，阮伫这个所在，无毋是要为着甲主相亲近。愿上帝你的神，这个时就充满这个礼拜堂，互阮会当伫圣殿内面甲主你相亲近。愿圣神感动阮每一位。互阮无论是对逐角落来，互阮无论是抱着甚物款的心情，检采是悲伤，检采是欢喜快乐，主你拢知，你拢监察。愿主你振兴阮的心，互阮伫即个时阵会当安静，互阮的灵会当甲主来相亲近。愿圣神你感动阮，互阮会当对阮所念的圣诗，互阮会当甲圣乐队做伙来念学老的诗，来归荣光伫你，也互阮会当对杨牧师伊所要传讲你的信息来得到教导。愿圣神也透过杨牧师做正确的传讲，圣神你也来补足伊所讲，若是有无够雅的所在，恳求主你亲自来教导阮。互阮会当对你的信息来得到学习，也会当用行动伫阮的日常生活内面来实践。祝互阮会当成做一个真真正正的基督徒，也互阮会当尽阮一生的年日来尽力努力来进入迄个爱的门，就是主你所爱阮行的道路。主恳求你欢喜阮今日早起伫你的圣殿所摆列的礼拜。求你来接纳，恳求主欢喜阮这个时也要用主教示阮的祈祷文来作为祈祷。愿你的父，愿你的名是，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城伫地里，亲像伫天里。愿你的日尽量就阮，赦免阮的过犯，亲像阮也有赦免过阮的人。我就照阮的意志，就叫阮迄个歹人。因为国、官、人、永登拢是有所代代无尽。阿门。这时阵，咱要来启用，请咱掀开咱伫圣诗后面启用文第24篇，就是诗篇119篇，咱做伙来启用。所行完全遵坦耶和华的律法的，遵守伊干净的话，专心找伊的。少年人就用什么来称起伊的所行？我专心找你，求你毋通互我迷路离开你的诫命。求你开我的目睭，互我看出我的心神因为忧苦来消扬。求你互我离开奸诈的路，求你互我的目睭越走无看虚假。你的话将我救我，我有受苦是做我的利益。我若毋是欢喜你的律法，
我听受你的律法到怎样啊？你的话做我脚前的灯，你的话一个开帖就发出光。你的公义是永远的公义。阿免。见我对要带咱学罗上帝，因所要吟的诗，是你的名是遐尼阳光佮威仪。Thank you.
利路亚，愿荣光归伫上帝。这时阵要来共读圣经。今日要读的圣经是新约圣经路加福音13章22节到30节，佮对18章21节到27节。伫咱现代台语译本新约的部分169页。耶稣经过城市甲庄卡去耶路撒冷，沿路教示人。有人问伊讲：“主啊，会得到救的人真少是无？”耶稣甲因讲：“着尽力对下门入去。我甲恁讲，有真侪人想要入去，也袂当入。主人起来关门了后，恁才徛伫门外拍门，讲：先生，请甲阮开门。伊会应讲：我毋知恁是倒位来的人。迄时恁会讲：阮捌甲你做伙啉食，你嘛捌徛伫阮，你嘛捌伫阮的街路教示。毋过伊会讲：我甲恁讲，我毋知恁是倒位来的人，恁才会做歹的人，拢离开我。恁看到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甲所有的先知伫上帝国的内面，家己却受赶出，家己却受赶出去外面。迄时，恁会伫遐啼哭，家己切起，人会对东西南北来，伫上帝国坐倒参加宴会，安尼。上落尾的会做第一，第一个会做上落尾。第二位圣经18章21到27节，迄个人讲：这会改变我对细汉就一直有在遵守。耶稣听到这话，就甲伊讲：你要欠一项，去卖所有的得到的钱，拢分互善车人。你伫天顶就有财宝，然后来对我。迄个人一个听到这话，真伤心，因为伊非常好业。耶稣看迄个人就讲：有钱人入上帝国偌尼困难，落得穿过尖片，嘛比好业人入上帝国搁较简单。听到这话的人问伊讲：那安尼，什么人会得到救？耶稣应讲：人做袂到的，上帝拢会。以上是上帝的话。今仔日杨新造牧师要传讲的信息是努力入爱的门，请咱用安静的心来领受。两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咱伫分享的大圣，咱先做伙来祈祷。亲爱的主，天父上帝，感谢你，搁一届用你的听恩典来组织阮，来到你的面前，做伙通过领受你的话，来得到智慧，得到快乐，通行阮人生的道路。主恳求你，找见信心，甲阮三个伫地，安静阮的心，开阮的耳孔，阮通明白你的话，也有快乐，将你的话行出来。原来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门。各位兄弟姊妹，毋知影你敢捌互人问过即款的问题？人若知影你是基督徒，应该会想要问你即个问题：讲基督教和其他的宗教有啥物无共款？若是人甲你安尼问，我毋知你的回答是啥物？你对伊的回答是啥物？我想咱若是要较详细、较有系统来回答，可能爱对这几个无共款的面向来做回答。信仰的对象无共款，礼拜仪式无共款，教义、世界观、价值观、生命观，拢会有真大无共款。咱今日的经文特别讲到得救这个主题，所以咱特别要求对这个拯救论人安怎得到拯救这个部分。无共款来做一个分享。
伫宗教学的分类内底，把所有的宗教分做两大类哈。一类叫做主力的宗教，力是力量的力哈。另外一个叫做他力的宗教。主力的宗教意思就是讲，人靠家己的努力，靠家己的比如讲修行还是积功德，用安尼来救家己，会当脱出这个苦难的世界。主力就是靠家己的努力。另外一种的宗教叫做他力的宗教，咱基督教的信仰就是属于他力的宗教。咱知影，咱人是软弱有限的人无法度靠家己来处理咱罪的问题，所以咱需要迄位创造宇宙万物、大有权能的上帝来拯救咱。对迄个上帝来亏难，迄个他就是他者哈，对其他的这个人来亏难来拯救咱，所以咱是属于这个他力的宗教。我想这是咱基督教和其他的宗教一个真大无共款的所在。咱拢了解，咱基督教在讲的信仰在讲的救恩，是出自上帝主动拯救的行动。毋是人用好的行为换来的，毋是人靠家己来付出什么代价通所得来的。所以对人的角度来看，得救是出自上帝的精选，通讲是白白来得到，毋是人会通去换来的。但是相信咱嘛爱记得，这个白白得到的恩典，其实也是一个真重价的恩典。付出真重的代价，咱才通得到的恩典。咱接下要来看对恩典拯救的恩典两款无共款的看法。一种是真廉价、真无价值的恩典，一款是真重价的恩典。公义的上帝伊袂忽略罪，所有的罪拢必须爱付上代价，才通得到赦免。伫旧约时代，人通过献祭。将礼物献给上帝，互人的罪通得到赦免。伫新约时代，咱就无去通过献祭因为新约时代，咱凭信心来接受耶稣基督伊伫十字架顶所完成的救赎。通过耶稣基督伊伫十字架顶流血牺牲，因完成迄个献祭，互咱的罪通过接受伊，成做咱的救主，通得到完全的赦免。德国有一个真有名的神学家伊也是牧师，叫做潘霍华。伊指出，人对基督的拯救、对基督的救恩，有两种完全无共款的态度。咱特别通过伊甲咱讲，这两种无共款的态度来看。当这两种态度无共款的时，会造成对两种无共款基督徒的款式。第一种，就是叫做廉价的恩典，真俗的恩典。有人会甲受洗礼当作是得到上天堂的一个门票和保证，然后伊就伫遐等迄个时刻，上天堂的时刻来到。这款感觉得到救，无需要去付上真大的代价，付上什么代价的人。伊当然就无愿意用时间、用精神来思考信仰对伊生命的意义、对生命的价值是甚物。当然，伊也无愿意，也是无法度用行动来回应上帝的救恩。潘霍华牧师伊安尼讲：，咱若是对救恩用这款的态度来面对救恩。那呢，最后的结果就是咱做基督徒唯一的责任，就是伫礼拜日离开世界一两点钟，通过修礼拜、做礼拜来保证我的罪通完全得到赦免。潘霍华牧师对咱提醒，这并不是真正的信仰，这并不是正确面对上帝救恩的一个态度。你若是用这款的态度来面对恩典、面对救恩。那呢，这款的恩典就无要求你付出最稳度的代价。这款的想法也欠缺，互咱的生命欠缺真正的改变，生命无气力通来得到改变。所以潘霍华牧师咧甲咱提醒，恩典咱是白白得到，但是咱会记得，咱所得到的毋是一个无价值的恩典，咱所得到的是第二款这个看法，是一个重价的恩典。
付出真大的代价，才通得来的稳定。潘霍华牧师伊安尼讲，这个是指救恩救恩是重价，因为伊互人付上性命来做代价。是稳定，因为伊赐互人迄个唯一的性命。是重价，因为伊定罪。是稳定，因为伊互罪人通得到称义。伊也佫讲，当基督呼召一个人的时，是呼召是呼叫伊来死。只有对家己的意志来死去的人，才会当来跟对基督。我想潘霍华牧师伊讲了非常的严肃啦，甚至感觉有一段严厉哈。人爱真清楚，上帝呼召咱，上帝用伊的救恩放伫咱的生命内底，有一个计划，是咱爱去完成上帝对咱的呼召，对咱的这个生命的计划。咱爱记得，这个真重价的稳定，这个稳定是基督的牺牲，是耶稣基督道成肉体，所以是非常的贵重，毋是真廉价。是爱互咱无含这世俗共款，用世俗的眼光来看这个真简单得到的稳定，这款重价的稳定，互咱愿意来跟对耶稣，来做伊的门徒，愿意为着这来付上咱的代价。当咱会当认捌到这个救恩的重价了后，咱就应该有咱的行动来做一个回应。所以，伊讲基督徒应该爱通过行动来回应所领受的这个真重价的稳定。基督徒无应该阁是独善其身，敢若顾家己，我这着拯救就好，我这着完全就好。基督徒应该拍破这个敢若看家己，敢若顾家己这款的想法，用实际行动来回应上帝爱咱做的代志。潘霍华牧师伊本身就是一个这款信仰的典范，伊为了信仰来付出真实际的行动，也不惜来付上一切代价。我毋知咱对潘霍华牧师敢有熟，咱应该拢有听过潘霍华啦哈。伊是德国的一个神学家是一个牧师。伊生活的这个时间拄好是拄到2次世界大战第2次世界大战，希特勒伫德国咧掌权的时，当时德国侪教会，因敢若真看表面无做真深的信仰反省，所以真侪教会、真侪基督徒拢徛伫支持希特勒这边感觉伊是民主的救星会当带领国家大来进步但是潘霍华伊通过伊真深的信仰反省，伊真清楚知影，希特勒带来的毋是国家的幸福，是国家的灾难，甚至是最真大部分人类的灾难。所以伊就真勇敢徛出来反对希特勒。咱知影，当伊徛出来时，当然就面对真大压力对国家来真大压力。所以伫伊的朋友亲人安排下面，伊就有机会去到美国，亲人拜托伊去到美国去遐避风头啦到美国了后，潘霍华伊个做一个信仰的反省，伊决定伊无爱踮在美国，伊要倒来德国伊的想法是安尼，伊讲当我的国家、当我的同胞、当伫个患难内底时，我若离开我的国家。那有一日，我的国家咧中建的时，我就无有资格，无有任何理由会当去倒来，所以伊就毅然决然伊就决定对美国去倒来到德国。倒来到德国了后，伊亲身加入暗杀希特勒的这个行动军事行动啦要暗杀这个希特勒真侪人听到这会感觉那种无法度想象伊是牧师牧师是参加这个暗杀行动，有当时真歹连结但是伊的信仰反省，伊家己做一个譬如当时国家的情景是安尼，讲当时的德国那像一台公车，公车顶面坐真侪人，但是这公车的司机已经起痟无法度控制这台车这台车硬要落落悬崖，拢要落落溪坎内底
这个时阵，你若是坐伫这个车顶的人，你要安怎救这台车的人？恁感觉要安怎救？伊的想法是讲爱甲这个司机救落来，互伊袂当阁继续开这台车，所以伊真不得不用参加这个暗杀的行动来实证伊的信用。伊知影为着国家、为着人民，伊必须爱安尼做。虽然真侪人对伊有真侪质疑，最后伊所参与的即届暗杀的行动失败，伊就互人受掠关监，最后也死伫即个监牢内底。死的时才39岁，所以潘霍华伊毋是说的一口好信仰，毋是信用讲了真济，讲了真深，伊是用真实际的行动来实证伊的信用。通过实际的行动，伊知影什么是上帝爱伊做，什么是伊的国家、伊的百姓所需要的。所以我想通过潘霍华牧师伊生命的这个模范，咱通做伙来学习。信用千万毋通简单留伫咱的嘴，留伫咱的头壳内底。信用就爱伫咱的生活，伫咱的行动内底甲行出来，安尼才会当发挥真正的影响力。接续咱就要做伙进入咱来看这个影片，这个图片啦，这就是潘霍华牧师伊较少年的时的这个相片。伊1906年出世，1945年顺德所以39岁的时边仔这本就是追随基督军队基督，伊所写的一本册，真深的反省，真做一个基督徒，真做基督的门徒，就应该怎样做来回应上帝的呼召，上帝的救恩真清楚写伫这本册内底咱有机会会当真来看对咱真有帮助。接续咱就要做伙来思考咱今日的经文内底所讲到的努力入这个爱门，到底是什么意思？恩典是上帝互咱白白来得到，那呢为什么佮爱真努力来入这个爱门？有人真学伫甲这两个观念连做伙白白得到，那像就是什么货拢毋免做，对无？真努力，那像就是爱去做一撮代志这到底这两下要安怎调和要安怎斗做伙？咱应该努力什么？爱怎样来努力？到底咱是要入什么款爱门？咱会当通过今日的经文做伙来思考。咱第先要来看这个爱门这个意思伫咱今日的经文13章的23节，安尼讲有人问伊讲：主啊，为得到救的人真少是无？经文的头前有讲是耶稣要往耶路撒冷去，伫大庄头底教示人的时有人来问耶稣这个问题虽然圣经无直接写来问的是什么人，但是照讲应该是犹太人身份应该是犹太人，犹太背景的人因为耶稣的后世主要伫犹太人的这个范围内底。犹太人问这个问题其实真特别因为犹太人咱等下会讲因有特别的想法。耶稣对这个问题的回应，毋是直接回应多少耶稣伊安尼讲我用马太福音第7章的13到14节伊这段小可较完整小可，咱来看耶稣安怎来回答。耶稣讲：恁着对迄个爱门入去，因为通到灭亡迄个门阔，迄条路好行，入去的人真多。通到活命迄个门下，迄条路细，找到的人真少。马太福音7章的13到14节。犹太人因有一个真传统的想法，讲只要我血统上是犹太人，那呢我真自然就会当进入上帝国。上帝恩典，上帝向阮整个犹太民族立的约，对每一个人拢有效。但是咱若看耶稣所回答的这个意思，耶稣的意思其实是指出大部分的人拢应该是无法度得到救。咱会当来理解你虽然是犹太人伫上帝恩典内底，但是你并无实际信仰的行动，和上帝建立一个好的关系无法度进到和上帝迄个真亲近的关系内底。耶稣伊也用譬如讲家己是一家的主人，伊有权来决定什么时阵这个门会关起来。
当门关起来时，遐伫门外的人要甲主人讲，我有接触过你，我有含你做伙食饭，有伫街路听过你咧教示阮，请你开门，互阮入去。这些人通讲含主人、含主耶稣有接触过，但是因的性命、因的行为，却是含主人所教导的完全无共款。性命无愿意改变，愿意又愿照原来的款式在生活。那呢，最后的结论就是讲，主人要讲，我无认捌恁，我无认捌恁，恁是倒位来的人，我唔认捌恁。所以这就非常的可惜，人已经伫恩典内面，却是失去迄个和主建立真好的亲近的关系的一个机会。经文内底有甲咱讲，这个做歹的人伊原本的意思就是讲行动无公义的人。上帝是公义的上帝，伊对军队野人的要求也就是公义。当一个人无愿意行公义的时，那呢伊就无法度伫和上帝建立一个真好的关系，无法度真深来进入到上帝的救恩内面。有人安尼讲甲一个人和耶稣的关系分做5个无共款的赞处。第一个赞处是听过别人讲，迄是别人的代志，和我无啥物关系。你若咱台湾毋是基督教的国家啦，基督徒大概10%以下。但是你若去外口问，你有听过耶稣无？应该是差不多所有的人拢听过，99%以上应该拢有听过。但是听过，迄是别人的代志，和你的性命无关系。第一站听过，第二站知影，初步有了解，知影基督教的一撮代志，知影信仰的一撮代志，但是只有甲当作是一款的知识。放伫头脑内底，和你的性命嘛无啥物关系，你的生活和即个你知影的完全无啥物关系。知影第二个改赞是知影，第三个改赞是认捌，明白进一步明白耶稣的身份，明白咱伫信仰内底的身份，愿意和主耶稣一步一步来建立一个亲近的关系。这是认捌。认捌这就开始和这个信仰的在捌，和咱的性命也开始建立有关系。第四，经历，伫更较深的认捌内底，深刻去体验到上帝的作为、上帝的能力、上帝为咱性命带来的改变。这是经历，咱性命会当和这个信仰有真大的关系，信仰对咱的性命产生真大的影响力。最后是性命。就是全人的投入，互上帝伫咱的生命内底徛伫第一位，互信仰成做咱生命一个方向甲指引。咱生命内底要做啥物代志，做啥物决定，拢用信仰的原则来做这个主要的判断。这就是用咱的全生命来投入。我想这5个改赞，咱也通互咱来做一个反省，想看觅咱和主耶稣的关系。到对一个改善，是毋是干那知影，还是咱有进一步认捌、进一步去经历，甚至用咱的生命来投入这个信仰内面这是咱通好好来思考咱是毋是有进入到迄个爱的门，是有进入到迄个和上帝真深的关系、真深的连接内底。第二，咱来看努力努力这个字义的原文是打斗也是讲奋斗。小演这个意思，所以伊其实有痛苦的这个层面的意思伫内面，真艰苦的这个意思内底所以咱较清楚来翻，就是讲真辛苦来努力迄努力毋是小可出来尔是非常的辛苦，真尽力来做的这个意思基督徒着努力什么？咱已经有讲，基督徒的努力毋是要去换上帝救恩，换上帝恩典。上帝救恩、上帝恩典是白白互咱。呢，咱的基督徒的努力是几项方面，咱通做伙来努力，也通过安尼，咱通回应上帝对咱的心意第一，读经、读圣经互咱通明白上帝的心意，知影咱着安怎来回应上帝。咱教会有安排每一日读经的进度，我毋知咱有在照这个进度在进行无
咱嘛有每日亮光这个影片逐日拢有牧师从咱今日所要读的经文用一段和咱做伙来分享。另外咱教会嘛有在推广这个圣经充满我就是一本填空啦经文的填空。你读圣经了后，你会当用填空的方式去看你对这个经文的印象敢有深到安怎写的时你若写袂出来，佮转去看，印象会加真深。我想这拢要帮助咱，会当伫读经顶面有步骤有循序渐进安尼来读读圣经认捌上帝话非常重要，对基督徒来讲是上界咱讲练功夫的迄个扎马步是第一步上界基础。无读圣经，咱就无法度认捌上帝，无法度和上帝有好的连接。第二，祈祷，互咱保持和上帝有一个亲近的关系，互咱通随时得到快乐，通赢过逐款的困难甲挑战。伫咱教会内底有中保代祷的时间你若会使嘛，邀请你让做伙加入这代祷的勇士，替别人来祈祷。伫这过程内底，你嘛要经验到上帝的大快乐。那么拜四下暗有一个祈祷会，嘛欢迎咱会当做伙来参与，做伙通过祈祷，将咱的需要欠缺上帝来摆列。第三嘛真重要，除了读经祈祷以外，咱嘛得要有行动，用实际的行动去落实上帝对咱的要求就是怜悯，就是公义的这款的要求咱通除了参加礼拜以外，嘛真鼓励咱伫团契内底、小组内底伫教会逐款的服侍内底，咱做伙来参与。通过参与，咱会当学习去服侍别人参与落实上帝对咱这款怜悯别人的要求行公义这款的要求而且咱嘛会当通过关怀一些关心关心一些弱势的团体因的需要，咱做伙会当来行这个代志，用这个行动来回应上帝对咱的听。接下来，咱要做伙来看一段的经文，伫哥林多前书第3章的11到15节，有一点仔长我较紧甲伊念过。咱会当做伙来思考，基督徒伫得到救恩了后，为什么爱去努力咱要努力什么货，关系什么货？咱会当做伙通过这段经文做伙来思考。经文安尼讲，因为上帝已经有下耶稣基督做唯一的地基，伊以外无别个地基。伫即个地基顶，人若用金银、宝石、木材、草，还是豆角去做，逐个人工程的好歹，伫基督来临的日，会互火甲伊露现出来，因为火会试验逐个人工程的品质。人所起做的，若互火烧袂去，伊就会得到报赏。人所起做的，若互火烧去，伊就会损失。不过，伊本身会得到救，亲像对火中得命走出来。这经文一点仔长但是咱真简单，用较简单话来讲，就是讲，咱得救是建立伫耶稣基督的救恩这个未改变的地基顶面对耶稣来的救恩是咱的生命通得救、得到拯救的一个地基。就亲像咱咧起厝共款起厝拢爱先起一个地基，安尼才会知但是咱嘛知影，起厝了后，地基起好了后，咱敢会怎讲地基起好所以咱怎住地基顶悬就好，敢会？地基起好了，内要创啥？继续起顶面的厝起起来，咱人才会当住伫内底这段经文在讲，咱得到救恩。伫基督耶稣的地基顶面，接续咱要继续起做咱的信仰的生命时，就爱看咱愿意付什么代价来起做这个信仰讲话人用金银宝石来起做，用迄个真有价值的物件来起做，意思讲伊真重视这个信仰伫伊生命内底的价值，伊愿意付真侪精神、付真侪代价来起做伊的信仰。那安尼伊所起做的，伫最后的试验内底，就留会落来金银宝石，这互火烧袂去，会当留落来但是有的人无共款，态度无共款，感觉讲地基起好所以顶悬的凊彩就好用茶、用草、
用丢个来起，这物件拢是火一个烧都无去的物件，无永远的价值的物件哈。所以当火一个来，你这凊彩起做的这种信用的生活、信用的性命，要火烧去，什么拢无留落来。虽然有缘会当得救，但是真可惜，失去和迄个上帝佮较亲连结的一个机会哈。所以咱通安尼讲，圣经咧讲的努力入这个爱的门哈，毋是咧甲咱讲努力去得到上帝救恩，得到上帝恩典。上帝救恩、上帝恩典已经白白互咱，但是这个努力是互咱得到救恩了后，咱会当过一种用上帝做中心。互咱伫逐项代志顶面通荣耀伊，也祝福别人即款的生活。安尼即款的信用、即款的性命，才会当发挥影响力，诚做侪人的祝福甲帮助。当一个基督徒愿意用即款的方式，用实际行动来回应上帝的事，咱现在嘛拄着侪困难吼。伫咱今日所读的第2段经文，18章的23节，安尼讲。讲迄个人是会听到这话真伤心，因为伊非常的好业。要放下自我中心的思考，要学习看见别人的需要，用实际行动来帮助别人，是真无简单哈。这个少年的官哈，伫别个福音书内底有讲，这个人是一个少年人，伊是一个官哈，可能真有财富，真有名声，真有地位。总是伊拢用家己的自我中心来做思考。当你用自我中心来思考的时，你就看袂到别人的欠缺需要。你想到的拢是我需要什么，我欠缺什么，我要搁较济得到什么哈。这款的人就无法度来得到用来照上帝的话来去诚做侪人的祝福甲帮助。耶稣伊本身有上帝荣耀的形象身份，但是确实为着听咱，伊甘心放下家己，为咱来献上一切。耶稣基督伊本身就是上介好的一个模范。咱诚做基督徒，诚做伊的学生，咱们就照耶稣基督甘心乐意奉献家己，诚做侪人的祝福甲帮助。这是咱通做伙来学习的。18章的25节，佮安尼讲落得穿过片尖片，嘛比好业人入上帝国佮较简单。这是耶稣听迄个人的回应了后，对伊讲的一个回应哈。讲毋通互生命内底的祝福，反倒成做一个哪吒。好业这是会当讲是上帝祝福，但是咱若袂记得这是上帝所赏赐，咱安掠掉这个钱财，要成做咱生命的保障。那呢这个钱财颠倒成做哪吒咱和上帝建立关系的一件代志。所以这个好业的少年人伊会来要成做咱的一个提醒，毋通互咱生命内底逐项代志、名利、地位名声，成做咱哪吒咱和上帝建立关系的代志。舍己放下家己，将来都毋是一件真简单的代志。咱咧看今日这个经文内底，这个少年人伊做袂到。我想，咱若真诚实面对咱家己的事，可能咱做代志，咱嘛无法度做会到。但是咱着常常用上帝的话来成做咱生命的提醒。上帝爱咱安怎做，将咱家己放较少的，将咱的眼光转往外口这个世界，还佫有侪有欠缺的人、有需要的人，愿意用咱的行动来成做别人的祝福甲帮助，这是咱通做伙学习。所以当咱咧看这个爱的门的时，咱会当来思考，凡是咱无法度入去，毋是因为这个门伤爱，是因为咱家己掠伤侪物件，咱家己的自我伤过大，所以入袂去这个门。愿咱会当学习耶稣基督留互咱这个好的信仰的模范，愿意舍己放下家己，感觉应该拥有的这个物件，当去看到别人的需要，去关心别人的需要。信仰无应该只是咱头壳内底知影的一件代志，信仰也无应该只是简单留伫咱的嘴咧讲的代志。信仰必须爱落实伫咱的生活内底，信仰必须爱和咱的生命产生一个好的连接。
通过今日的经文，通过耶稣基督讲，咱会努力入迄个爱的门，咱通做伙来学习，用实际行动来回应上帝，互咱的听，互咱的救恩。有一句话安尼讲，莫将容易得当作等闲看，毋通将迄个真简单直直的代志，甲当做迄无啥物。基督教伫讲的救恩，看起来真简单，会当得到。咱拢免做啥，咱凭信心会当得到上帝的救恩。但是咱毋通甲伊错误理解讲这无啥物价值，无啥物重要，我凊彩来行就好。那安尼你就失去迄个和上帝建立正确关系的一个机会。米迦书第6章第8节，咱真实的经文安尼讲人上主已经有指示你，什么是好，伊要求你的是什么？就是实行公义、心存慈悲、谦卑，甲你的上帝做伙行。上帝对咱的要求是去行公义，是去好人民，存谦卑的心，和上帝同行。愿咱伫咱信仰的道路顶面，时时会记得上帝圣经的话对咱的提醒，互咱的信仰毋单单是留伫咱的头壳，留伫咱的嘴面，互咱的信仰会当实际行出来，成做侪人的祝福甲帮助。最后也互咱一个行动的建议。咱今日讲咱的信仰，就要有行动。那呢，免伫咱的生活内底有即个实际的行动。无需要邀请你啦，你当想看卖啊？伫教会内底有对一个你捌的朋友，但是伊足久已经无来教会，有无？恁想看卖啊？头壳内底有一个人名走出来无？若有，无需邀请你今日，还是这几工这礼拜内底找机会打电话给伊，来请安问好，了解伊最近的状况，也鼓励伊会当去转来教会，和上帝相亲近。也是你嘛会当伫你微信的亲人朋友内底找一个你和伊联络，甲伊关心，和伊建立好的关系，有好的机会，通和伊做伙来分享信仰，即个信息，福音的信息愿咱每一位上帝的子儿，上帝的门徒，耶稣基督的门徒，拢会当用咱实际行动来回应上帝对咱极大的疼甲恩典。咱做伙来祈祷。亲爱的主，天父的上帝，我一概向你献上阮满心的感谢，感谢你用你的话来成做阮生命的提醒甲帮助。主总是阮知，阮实在是极软弱、极软正的人。阮做时阵知，总是做袂出来，行袂出来。主恳求你来帮助阮，互阮毋是干那知影这福音的信息，阮更较有气力、有决心、有行动，将阮的信仰行出来。通过安尼，阮会当成做你所欢喜的囝儿，通来荣耀你的名。也通过安尼，阮通成做更较侪人的祝福甲帮助。佮一届将阮每一位拢交伫你的手，恳求你亲自来引带带领阮。阮伫信仰的道路顶面，会当更较深来结连伫你，成做你所欢喜的。阮的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门。这时阵，咱要来唱回应诗，圣诗307首美调。求主带我甲你同行，请咱起立来吟全首。
请坐。请咱准备来奉献。起立，咱来做奉献的感谢。特别阮的主，阮的上帝，感谢你，感谢你供应阮生活所需要是遮尔充足，互阮无欠缺。感谢你，互阮有气力，会当真做人的祝福。这时阵，阮要用主你所赏赐互阮的献伫你的面前，愿你欢喜感纳，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免。Amen.
济。这是我来报告，请咱掀开咱的周报的第4页，特别的事项第1项伫清明的季节咱教会也特别制作有一个活动啦吼，要互咱会当借着即摆的活动，会当来孝念咱的亲人真意爱咱的每一位兄弟姊妹，凭着咱的信心，咱对咱过往的亲人有尽咱的孝念的意思吼，用行动来孝念因搁较要紧的是对咱搁甲咱做伙生活的咱的亲人，咱的时代，咱得用行动来表达咱的友好今年清明的季节呢，咱团部委员会要制作追思的影片，这咱旧年都有做过吼，所以请咱若有愿意提供咱家己的亲人吼，就是咱的士大人啦吼，若已经过身的吼，士大人因相片吼来交咱的办公室，咱来制作迄个影片吼，伫咱4月初6咱的主日的礼拜中间，让来播放吼，咱做伙来做孝念咱收件截止的日期是后礼拜日、后礼拜主日吼，所以咱伫今仔日一直到后礼拜主日，咱拢会当来交互咱的办公室吼，是用相片也好，也用数位的迄个相片拢会使吼。办法，请咱来看咱的周报吼。第2位，请咱掀开第6页，成人牧区的消息。拄则杨牧师一直讲，咱爱用行动来实践咱的信仰吼，这是一个真好的机会啦吼。咱已经做足侪年吼，就是讲，咱双年教会伫咱这个社区到底是代表有扮演什么款的角色？有双年教会甲无双年教会对这个社区敢有什么款的差别吼？咱就望会当用伫咱过活节的时。咱会当去几个公园，咱附近的公园吼，咱分组去来做摒扫吼。这是咱所会当做的上基本的一个工作请咱会当真欢喜愿意咱来参与这款的活动吼。办法拢伫遮吼，咱是伫4月20第3场礼拜后咱做伙用餐了后，咱就来出发吼，要去永盛公园、新兴公园、永靖公园要伫遐来做摒扫，然后咱来唱诗歌，互咱的社区、咱的同胞、咱的朋友会当来认捌因的社区有一个双年教会，就是基督的教会吴伯珍讲义所伫3月30后礼拜日。有办一个讲座这个是对犹太人的自我认知来讲起以色列甲巴勒斯坦的冲突解决之道这个是真严肃但是也是真甲咱话真接近的一个议题让咱会当来参与伫后礼拜日第3场礼拜后，伫10楼礼拜堂来举行若是要用餐的，有需要用餐，咱来报名若无需要用餐的，不要紧就免报名，咱就当自由参加咱无限名额。过来就是儿少牧区有一个生涯规划的一个影片咱可能要来看这是 Career Direct 迄个是生涯的指引咱看煞了，若是有需要会当甲咱的。儿少牧区的王新宇干事来迄个接合请咱来看这个短片。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身为青少年的牧师，我会发现一个问题，就是每一次不论是高中生要选择类组，或者是社青要找些工作，那他们可能跟父母的看法会不一样，或者是根本不知道自己要读什么科系，从事哪一方面的行业。透过生涯规划指引这份非常专业的有价值的报告的分析，可以帮助这些不知所措的人找到适当的方向。这份报告已经有30年的历史，是由一些非常顶尖的数学家
和这些心理学家、这些基督徒他们所设计出来的一个问卷，会以非常科学的方式去分析一个人的人格特质、兴趣、技能，还有专长和他的价值观。这与一般坊间的问卷调查非常不一样，因为有信仰的元素在这其中。有将近30页非常详细的报告和数据在这其中，可以来帮助青少年与社青。若是你有这样需求的，欢迎来向我们的青少年牧区索取相关的资料。这个真有价值吼，真趣味所以嘛真鼓励咱大家会当咱家己来报名，也是讲咱为着咱的时岁来报名这个分析真科学化会当互咱知影讲到底咱的迄个潜在的迄个个性，咱的性格，咱的迄个偏向是啥物款较适合是啥物款的迄个就是讲以后咱的迄个就业啦，是讲就学咱要行的迄个方向对咱有一个帮助好。以上报告，请这个时阵要来颁发奖学金，来请杨牧师。我介绍，今日有真侪小朋友啦，咱教会有设立这奖学金鼓励因伫学习的顶面会当努力因伫学校会当努力来学习，伫教会会当真认真来参与有一个好的表现，通将这因根归予上帝。因为人真侪所以咱时间有限，咱无法度一个办法咱会请一个来代表6年级的赖祥熙同学请伊来做代表啦鼓励这囡仔会当伫学习的顶面更较认真更较有好的表现再往前一点点。咱请详细做代表咱拍鼓来鼓励。好，来往左边往左右移动应该想说还没有拿到，老师爱甲因解说一下咱即时来介绍今日第一摆和咱做伙礼拜的新朋友。我首先来介绍朱俊义执事因的亲人啦主要是3位妹妹，还有一个姊夫因昨伫遮举行妈妈这夫对有这夫昨伫遮举行妈妈的个别礼拜所以今日亲人做伙来表达因的感谢朱义如、朱秀晶朱慧萍甲姊夫叫做陈哲华咱请欢迎因嘛愿上帝安慰恁互恁有快乐搁一位老婉玉、刘婉玉姐妹老婉玉姊妹伫上后壁迄个所在咱犹原真欢迎伊是蔡丽香姐妹的朋友真欢迎和阮做伙礼拜我今日要搁特别介绍一位Dr. Randy 伫头前这个所在
伊是美国人哈，伊是国际摇歌对策联盟的总会长哈。今日有咱台湾摇歌对策协会哈，即个总干事詹正志牧师哈，陪伴伊做伙来哈。我嘛真欢迎伊和咱做伙来聚会啦哈。我嘛特别甲咱补充报告哈，这摇歌对策协会，咱敢知咧做啥？饥饿30，不是，饥饿唔知几时哈。因在关心腰歌的问题啦哈，但是腰歌不是简单肉体腰歌哈，包括精神哈、心理这个腰歌哈，拢真关心。会当通过一撮时间哈，悲伤辅导哈，咱有听过哈，陪伴这伤心的人会当度过这个艰苦的时间哈，用真济实际计划、真济时间哈来帮助这有需要的人所以饥饿对策协会嘛，会当真做咱通关心也做伙参与的一个对象啦哈。当真做咱参与这个社会关心有需要的人的一个方法哈，真多谢。好，接续咱来做牧养的代祷哈，咱做伙来祈祷。亲爱的主，天父上帝，你献上满心的感谢，感谢你，互阮伫你的听，伫你的稳定内面，通真做你所拣选的囝儿，阮通常常将阮逐款的欠缺需要通过祈祷，你来摆列。主，阮也确信你是愿意听阮祈祷的上帝。当阮愿意你来求的时，你就用你丰盛稳定慈悲来款待阮。主，阮特别要将每一位兄弟姊妹拢各一概交伫你的手。身体病痛软弱需要医治的，恳求你大权的伸手来医治、扶持、帮助，愿紧紧来得到恢复。家庭、工作、生活有逐款的欠缺需要的，也恳求你大大来祝福伫因，互因伫困难内底也经历到你的同在，对你来的平安。搁一摆将阮的教会逐款的事工拢交伫你的手，恳求你来引带带领阮，通过这事工，会当真做福音的出口，真做更加侪人的祝福甲帮助。阮恳求你用爱人健康听阮一切的恳求，也用你丰盛稳定慈悲来款待阮。阮的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门。咱来吟上营的诗，圣诗510首，何乐天顶主宰，请咱起起吟。咱做伙来领受上帝祝福，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听痛、信心的相通、扶持帮助，常常甲咱大家三个伫地，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密道下温，享受车肯。
Amen.